现代台语版圣经彼得后书第3章。亲爱的朋友，我现在写予恁的是第2张批。我写这2张批是要提醒恁来激起恁纯洁的心志。我爱恁会记得古早的圣先知所讲的话，甲恁的使徒所传主救主予恁的命令。上要紧的，恁着知，伫将末的日子，有一寡趁私欲生活的人会出现，甲恁踢笑，讲主应允要来临，当安怎？伊伫倒位？咱的祖先拢死去，毋过对创世以来一切拢共款。因故意无视即个事实，就是伫古早。天对上帝的话受创造，地是对水，嘛用水来形成。当时的世界是予水淹没来毁灭，毋过现在的天甲地嘛共款对上帝的话得到保留，到审判甲不虔的人互火毁灭的日。亲爱的朋友，有一项代志，请恁毋通袂记得，就是对主来看，一日若1000年，1000年若一日。有人想讲，主延迟伊答应要做的事，其实伊毋是伫延迟，是伫容忍恁，无爱有人灭亡，爱逐个人拢悔改。毋过，主的日会亲像贼仔忽然来。伫迄个日，这个天会伫大的响声中消灭，天体予火烧扬，地甲地上一切的被造物拢消灭。既然这一切会安尼毁灭，恁着安怎做人？恁的生活着圣洁敬虔。听候搁催逼上帝的日赶紧来临，伫迄日。这个天会予火消灭，天体会予火烧扬。毋过，咱伫听候的是上帝所应允新的天、新的地，伫遐公义永远得到建立。所以，亲爱的朋友，既然恁伫听候这个代志，伫上帝的面前，着尽力追求。互家己无缺点，无通指责，通甲伊和好，着将咱的主的宽容看作恁得救的机会。这嘛是咱亲爱的兄弟保罗用上帝赐予伊的智慧写批所劝勉的。伊所有的批拢有讲起这个事，伊的批。有一寡好理解的话，遐愚戆无定性的人会甲伊曲解，拄甲因伫曲解其他的经文共款，结果因家己讨灭亡。所以，亲爱的朋友，恁既然大声知即个代志，着谨慎，才免互歹人用错误的言论带去行错误的路。离开恁坚固的立场，着伫咱的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下，甲对伊的认捌继续进步，愿荣光归予伊，对现在直到永远。阿们。